来啊，咱着摇花唱歌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。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，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。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，是大的王，赢过拢总的上帝。地深的所在，伫伊的手中；山悬的山尖的也属伫伊；属海、洋海也属伫伊，是伊创造的；大地也是伊手所造成的。来啊，咱着结恭敬拜，跪落伫伊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，咱是伊养饲的百姓，是伊手下的羊。这是咱三甲来吟诗圣诗第24首。我心学乐至高上帝，我心学乐至高上帝。咱三甲起立来唱全首。我心学乐至高上帝，万民大拜的家恩，小会伊的下联满满，咱着来君王，阿拉敬奉，阿拉敬奉，阿拉永远我君王。乐我尊殿听堂，喜乐列代君可人。好了，我主永远无变，祝福人类大恩典。好了，我主，好了，我主，永更无变大富有。主必人民仁爱天边，在咱软弱快受灭，因伊温柔伸手抱咱，救咱脱出情苦人。阿拉称赞，阿拉称赞，阿拉主听到永远。爱天花草无声，大风吹来就扫清。虽然人类历史变迁，我在水人当心敬拜，要记人当何塞，你的信息拜拜敬敬，因是阿拉永无停，阿拉称赞，阿拉称赞。阿拉主名高这是咱游玩徛的，咱用信仰的个别，使徒圣经来成做咱的信仰个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。对着在世女玛利亚来出世，
伫本州比勒都任内受苦，顶12届死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打坐在全能白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会众请坐，这是咱来启用。启文第10篇，启文第10篇，暂时诗篇也是27篇，我来启三个来用。上主是我的光，我的拯救。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。虽然歹人攻击我，对敌吞食我；虽然大军怎样包围，虽然对敌发动战争，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，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。我拄着患难的时，伊会甲我藏伫布棚内；伊会甲我藏伫石盘顶。我要伫伊的布棚欢喜献祭。上主啊，我求叫你的声，求你听。你对我讲，上主啊，我来朝见你，求你毋通受去赶你的奴仆，拯救我的上帝啊！我的父母若气杀我，上主啊，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。毋通照对敌的心愿，甲我交互因。我深信一项事，着信靠上主。上主，咱即时三个人压头祈祷。是阮创造万物疼阮的阿爸爸上帝，阮满心感谢学咧你。通过你的带领甲保守，互阮经过一礼拜久，互阮日出日入拢得了平安。阮献上感谢伫你的面前。主啊，到今仔日，阮也阁迎旨接受你的圣日，互阮会当备办的心，阁到伫你面前，要来三甲敬拜。通过你互阮的日子，因为你竞选阮成做主你的囝儿。有份伫你节节的圣工的顶面，主啊，愿你圣神也帮助阮，互阮正兄弟姊妹，互阮所行所做每一项事，拢合你上帝旨意，有你美好安排。互阮伫阮所行做出入，拢得了平安甲顺遂，有主你的固守。互阮伫工作的职场顶面，甚至伫阮所行做每一项事的顶面，有主你的看顾，互阮无陷落伫试探甲迷失的中间。主啊，愿主你圣神悠然帮助阮、看顾阮，互阮会当信心搁较坚定。主啊，但愿你悠然伸出你圣的手，以及医生的医治，互遐无伫共款病痛身躯兄弟，会当一直得到医治，早日一天搁恢复因的健康，搁回转到伫阮圣会三甲来敬拜服侍伫你的中间。主啊，但阮也看见失丧的兄弟，愿主你悠然安慰因，互因得到安慰，软正软弱的。愿主你坚固因，互因刚强壮大，伫众人的面前来成做美好的见证。主啊，咱愿你悠然，互阮的桃园教会徛起伫桃园，会当成做光塔，照亮一个迷信的人。啊，阮众兄弟姊妹通过阮的牧者引带，进入伫社区来调和一个事项，引带搁较一人来认捌你。
加入阮教会团契小组，互阮的教会团契小组家庭人伫遐日日兴旺。愿你圣神悠然帮助看顾，温上加阮力上加力，伫遮的首长干部，因的家庭、因的事业、因的工作，以及因的心灵拢得健全。愿你看顾，但愿迎旨接受今日的圣日，愿你神悠然运行伫即个圣殿对头到尾，也要通过阮牧者所传讲的信息，互阮搁一届来清楚甲明白，毋只是讲的甲听的，会当平平得到利益。但愿将今仔日的聚会敬拜、仰望交托伫你主手中，祈祷恳求，靠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免。咱三个来看上帝话，记载伫《申命记》圣经记载伫34章第1节到12节，三个来听上帝话。申命记第34章第1节到12节。摩西对摩押平原顶尼泊山上迄个甲耶利哥三对的比斯加山头，耶和华予伊看基列全地直到但。第2节，那互他利全地、以法莲、马拿西的地、犹大全地到伫西海，南方甲叫做刺秋城的耶利哥山谷的平原，到伫索尼，耶和华对伊讲：这个地就是我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咒诅讲，我要赏赐你的后裔，但我互你亲目看见，总是你袂得到过去到伫遐。耶和华的奴仆摩西就死伫遐，伫摩押的地。照耶和华所讲的，耶和华埋葬伊伫摩押地，必比你相对的山谷。到今仔日无人知伊的梦。第7节，摩西死的时120岁，目睭无花，精力无衰退。以色列人伫摩押平原为着摩西哀哭30日，为着摩西忧闷哀哭的日满了。第9节。论的囝约书亚得到智慧的神充满，因为摩西目看手，伫伊的顶面，以色列人就听叹伊，照耶和华所命令摩西的来行。后来以色列中无过兴起先知亲像摩西，伊是耶和华面对的所捌的，照耶和华找伊伫埃及地，甲对法老。甲伊拢总的人神，以及伊的全地所行逐样的神迹奇事，也照伫大宽灵的手、大通囝的事，就是摩西所行伫以色列众人的目睭前的。愿上帝听伊的话，搁去行的人，这是咱来赞美圣歌队要赞美的歌词，赞美伊大尊名，赞美伊大尊名。我
这是要正道，咱请陈根志牧师，伊的正道题目是个人的呼召，个人的呼召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分享大声，咱个一届来感谢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恩典，阮受掉，会当来到你的面头前，通好互阮开嘴来学乐你的大尊名。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这是极其的恩典。总是主，你呼召阮来成做门徒，呼召阮成做你的奴仆。求主你的神不是来塑造阮，不是来引带阮，要求主你的神运行一等的整个分享的过程中间，手术互阮个人无共款的亮光、感动，成做阮的帮助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当主耶稣自克西马尼园受掠的时，伊的学生就四散来逃走。毋知当咱看到福音书安尼记载的时，咱对这个耶稣的学生有啥物款的看法？今仔日换做咱，若是耶稣的学生，咱迄个时嘛是克西马尼园内底，请问你会留落来，还是你会逃走？是耶稣受掠、受难进前，伊的学生即侪人讲要对伊的老师对到底，倒人转心坎讲，倒算别人偷走，伊嘛是会留落来。总是即个人，伊最后只是敢一边仔偷看，无承认伊捌耶稣。当主耶稣受埋葬的时，伊的学生小共款，倒走去密起来。甚至有个人倒转去家己的本业。咱对这个学生因的情绪、因的态度有啥物款的看法？我想，当人面对危险还是死亡的威胁的时，会惊吓，会想要逃走，想要避起来，这拢是最正常的代志。因为无人会互家己陷入伫即个危险的中间，无人会常常互家己来面对死亡的威胁。总是，这学生敢无听过耶稣伊讲伊要受难的预言吗？因无想讲是安那，因的老师会来面对安尼的苦难，会互家己陷入伫安尼的危险吗？这学生拢承认耶稣是先知，甚至有人讲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囝。那安尼，这学生是啊，拢无去想讲，因的老师会当遮尔坦然来面对苦难甲死亡。当国外主耶稣搁一摆进入到伊的学生的中间的时，伊搁一摆来呼召这个学生。当国外主耶稣倒一摆呼召的时，这个学生才对耶稣的国外来明白，原来受呼召传福音，必须面对困难、艰苦、甲性命的危险，是呼召的一部分。所以，当这个门徒、这个学生出去传福音，互愈来愈侪人会当认捌主耶稣，互愈来愈侪人知影讲，顺服这个呼召，所要带来是永远活的应允的时。当因看到司提反去互人石头砍死，这个死并无带来惊吓，只是互这个相信的人更较确信，知影讲这个永远活的应允是真的。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是摩西五经的最后一本册，《创世纪》、出埃及、民数记、申命记。这拢是摩西五经。今仔日咱读的是最后一本册，阁是最后一章。这最后一章记载摩西伊已经完成上帝予伊的呼召，就是引带人准备要进入这个迦南地应允的地。总是这最后一章，咱会感觉讲
摩西伊毋是有完成上帝的呼召啊吗？是安那伊无法度进入迦南地？是安那伊就是袂使进入应允的地？当然咱当对民数记知影讲，迄是因为有一届，当人民遮里来反抗的时，摩西无控制好家己的情绪，煞来得罪上帝。总是我要讲的是，摩西这位先知，伊减无甲上帝反悔吗？上帝无甲原谅吗？今仔日咱通过这段最后一章，咱当知影一件代志：无人是永远的领导者，无人是永远的领导者，嘛无人永远会徛伫上顶面，无人永远徛伫上头前这档引带。摩西伊面对上帝予伊的呼召，伊用顺服来回应，用正确的态度来付出伊的体力、时间，以及伊对上帝甲人的服侍。我相信，拢有得到上帝的纪念。总是每一个人伫世间的这个吊面，伫无共款的环境、状况甲时间，拢有上帝伊家己特别的安排。所以引带以色列人来到约旦河边，这就是摩西的呼召。搁再讲，咱若是详细来看出埃及记第3章，咱会发现讲，上帝对摩西的呼召讲的是：我要带恁出埃及，我要带恁出埃及。上帝讲我。所以意思是讲，摩西虽然是人的面头前是领导者，总是对上帝来讲，摩西不过是伊的车用。真正你带以色列人的是上帝家己，是上帝家己伫引带以色列人，主权在伫上帝。虽然摩西伊无进入迦南地，总是这代表讲上帝无听摩西嘛？这代表讲上帝有缘对摩西的受气吗？无甲原谅。迦南地到底代表的是啥物？这个应允的地代表的是啥物？会当入去的较属灵，会当入去的人较圣洁，还是上帝较疼的人，较会当入去这个应允的地？拢毋是。迦南地所代表的，是上帝永远不变的疼。这个应允的地所代表的是上帝永远不变的疼，以及伊信息的这个本质，甲一个人有完全无完全一点仔都无关系。这是上帝主动的疼。总是咱知影讲，今仔日咱对经文内底来看去，摩西活到几岁？120岁对无？这里120岁的人，经文安怎记载？伊爬山对无？都爬到倒位？山顶呢？爬到山顶，目睭有蒙雾无？都会当看到这清楚，看到迦南地所有的这好的风景，这么水。我要讲的是，一个120岁的人有体力会当爬山，目睭都遐尼清楚。会当看到遐尼水的风景，这毋是上帝的疼甲稳定，啊无这是啥？咱来想想，就咱现代人，咱活到80岁、90岁，敢有法度到安尼爬山？敢有法度到看起真远真清楚的物件？牧师早场去带唱歌的时阵，圣诗都会看甲跳蛇的，对无？120岁人都会当安尼爬山有体力勇壮，目睭清楚，这就是上帝疼甲稳定。摩西一人的面头前有勇壮的身体，见证一件代志：上帝在使用伊啊！上帝要使用伊啊！咱的灵修常常拢是针对咱的心甲神这灵修嘛，对无？总是完整的灵修，真正灵修是身心灵。来，咱念一解：
身心灵。所以，咱除了咱的灵魂、灵命精英以外，咱的身体讲台永壮健康，敢有爱？爱无？啊，所以咱讲台运动，牧师嘛爱减肥。我相信摩西伊臃肿的身体，也互以色列人看起讲，这是上帝一直甲摩西同在的一个记号。总是我要讲的是，今仔日这段经文讲的是摩西伊无法度进入迦南地，对无？总是牧师一只互咱选嘛。若是摩西甲以色列人，你会较欣赏对一个？你会欣赏讲，即群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，还是欣赏摩西有上帝甲伊三甲地地？你会欣赏对一种？摩西，真的吗？恁等去倒对出埃及记重新来看一届，可能特别选摩西哦。敢真正要选摩西？上主要使用的人，上主就亲自甲伊埋葬，这是互人欣赏的代志。上主互摩西有臃肿的形体，嘛看起讲上帝同在的一个恩典。可因为摩西伊常常甲上帝遮尔亲近，祈祷甲上帝讲话同行，都因为伊有新亚一个身躯顶，所以圣经记载讲。上帝亲自甲埋葬，总是敢有互任何一个人知影。无人知影讲摩西埋葬伫倒位对无？是安尼，因无爱互摩西偶像化，煞来拜摩西啦。为摩西从出埃及一直到旷野，摩西行过偌济搁大搁奇妙的生涯。所以上帝亲自甲埋葬，无要互人找着。上帝无要互人找着，意思嘛是要互人用笑脸的方式，用笑脸的方式去笑脸摩西生前的好所行，去学习伊生前的遮个好的款式。嘛，搁一解互以色列人知影一件代志，就算活到120岁，身体臃肿，目睭清楚。总是上帝若要调伊走，伊就爱走。所以性命的主权在伫啥？在伫上帝。上主互摩西爬起哩到伫山顶，然后互伊看起迦南地的水。总是这是上帝对摩西的处罚吗？互伊看会到，煞食袂到。咱故意讲的嘛，看得到怎么样？吃不到。我要讲的是，这绝对毋是处罚。上主互摩西看到迦南地的水，其实是互摩西的安慰。互摩西的安慰，嘛是兴互摩西一个功德。因咱知影讲，摩西伫旷野引带以色列人的时阵，伊爱常常面对人的埋怨，伊爱常常面对人的反抗。连面都有人一下话讲。毋知影即个摩西甲阿伦要甲咱带去倒位？摩西甲阿伦无代志，甲咱带去旷野，互咱要死伫旷野。即个摩西甲咱欺骗，根本无要带咱去迦南地，甚至一定行到迦南地约旦河边啊！都有人一下埋怨讲，埃及明明就较好，啥要甲阮带去即个所在？总是当摩西伊徛伫山顶的时，我们问的是：伊四周围敢有其他的人？敢有其他的人？无，家己一个人徛伫遐。当伊徛伫山顶的时阵，伊无需要过来面对遮的人，伊无需要倒来面对遮的人，伊会当一个人安静伫山顶，享受上帝所予伊的安慰，因为上帝已经予伊看起。所应允的即个地有偌水，有偌好，伊是一个真正流年甲蜜一个积水的所在。伊得到安慰，因为伊真正有将以色列人带到即个所在，所以摩西迄时阵会当放心
来安息。摩西伊是以色列人的面头前，伊是领导者，因为伊有对上帝遐来的权柄甲启示。总是我要讲的是，伊是人的面头前是领导者，总是伊是上帝的面头前，伊不过是奴仆，伊不过是奴仆。上帝呼召伊做领导者，上是也呼召伊做奴仆。所以今仔日咱对咱的经文内底，伊讲耶和华的奴仆摩西对无？咱圣经讲是安尼写，耶和华的奴仆摩西。上帝呼召咱，有的人做领导者，有的人做其他的即个位置。总是我要讲的是，咱拢白白受呼召来成做上帝的奴仆。无一定每一个人拢受呼召，一定爱做领导者。检查带你放伫即个团体无共款的位置，总是我要讲的是，这个位置所应该爱做的，是来协助这个领导者。约书亚以及迦勒，就是两个真好的模范。这两个人对上帝满有信心，当因做头看的人进入迦南地。12个人出去，总是回来的时阵，10个人拢惊到要死。到约书亚甲迦勒讲，咱得爱对上帝有信心，上帝绝对甲咱同在，上帝会替咱来征战，咱倚靠上帝绝对会当得胜。总是当伊安尼呼吁要帮助约书亚甲亚伦的时，众人是气到要死，想要用石头把因牵落死。众人受气。上帝嘛受气，上帝安怎受气？上帝讲好啊，既然你安尼这样对我无信心，约书亚甲亚伦这代的人20岁以上，无人会当进入迦南地。所以意思是讲，约书亚甲迦勒因明明就是新的一代啊，总是因新的一代却伫旷野继续得罪上帝。所以这新的一代犹原袂当进入迦南地，进入迦南地这代的人，有2个人，或者约书亚以及迦勒。所以不管咱受呼召伫什么款的位置，面对什么款的环境、处境，还是什么款的任务，上帝也相时呼召咱来做伊的奴仆。意思是讲，咱若是一教会内底受上帝的呼召。做无共款的事工，总是咱个人拢得家己来面对上帝来负责任。若是讲有人受呼召，成做一个领导者，就照上帝对圣经的启示去引带人。若是有人受呼召，成做无共款的器区、无共款的位置，嘛做好你迄个所在的一个责任。不过我要讲的是，要做上帝的奴仆。敢有遐尼简单？要做上帝的奴仆，敢有遐尼简单？奴仆这2个字代表啥物货？就有责任，完全的顺服，绝对的顺服，就是奴仆这个字的意思。要做奴仆，就是完全、绝对的顺服。要做一个好的奴仆，就需要经过学习甲磨练。摩西毋免甲我配甲不要紧。摩西120岁的年日，分做3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40年是倒搭，是埃及嘛。第二个阶段40年是倒搭，小共款伫旷野。第3年倒来到伫旷野。摩西一世人的身份变来变去，伊伫埃及的时阵，伊做啥物款的身份？王子嘛对无？啊，总是无势力，大人拍死了，变做啥？杀人犯嘛，盗犯嘛。爱盗去到旷野的时阵，安那变做啥物货？牧羊的人嘛。牧羊的人只要看到刺皮互火烧，上帝伫火内底呼召摩西的时阵，
都呼召伊成做先知嘛。啊，都按先知要引带人出埃及，伊都成做带伫头前的领导者。对王子、杀人犯、到无用的人、到先知、到领导者，一世人的身份一直咧改变，一直咧改变。我要讲的是，咱若是无互上帝来改变咱家己，我要讲的是，咱检查无法度完全绝对来顺服上帝。受呼召来做上帝的工，咱受呼召来做上帝的工，总是我要甲人讲一个顺序，咱家己的性命爱互上帝先做工。头前80年，摩西还未帮上帝做工进前，伊是先互上帝伫身躯顶做工。我要讲的是，上帝未交代一个咱完全做袂到的代志互咱。上帝未交代一个咱做袂到的代志互咱，上帝绝对会甲咱磨练。而且我要讲的是，既然罗卜是完全的顺服，绝对的顺服，咱就不过是采用嘛。真正你出力，真正你运行，真正去掌管的是啥？是上帝啦。咱做少少，总是上帝会对咱所做的安那，家己去成就这个代志。总是回头，咱要来想，啥摩西无法度进入应允的地迦南地，这嘛甲做一个萝卜有相共款的关系，因为伊做一件一个萝卜不应该做的代志。一旷野的时，人民甲摩西吵讲，无水通啉，阮强要喙打死啊！所以上帝就启示摩西甲阿伦讲：你去摕迄支管啊！互红海分开的管啊，你自一众人去徛伫石盘的边啊，你对石盘讲话，吩咐即个石头，伊就要出水。注意哦，上帝是吩咐伊摕管啊，人自即着无？啊，对石头安那讲话，吩咐石头出水嘛。总是摩西做啥物代志？管啊摕来，自水了后，开始骂人，开始骂遐个百姓。骂了后，又吩咐石头吗？用管啊那讲石头，所以伊所做的甲上帝吩咐伊做的，敢有相共款？咱可能会感觉足不平嘛。上帝啊，相共款，结果拢是有水通啉嘛，只是过程无共啊。我只是人骂，我只是脾气较歹尔，我只是用讲的啊，平平有水通啉嘛。总是过程敢有重要？过程有重要无？有啊，过程有重要啊。过程在是讲你有顺服上帝要爱你安怎做无啊？毋是结果尔，过程才重要。摩西这个动作代表讲伊偷用上帝的权柄。伊摩西若是摕管啊徛一边啊，甲石头啊讲话，吩咐伊出水。摩西拢无动作的时，石头家己憋开出水。荣耀会归互啥？荣耀归互上帝嘛。总是摩西家己讲石头出水的时阵，大家人会对上拍扑啊，对摩西拍扑啊嘛。所以伊就是超越伊一个萝卜应该做的代志。伊无尊重人的欢喜，总是上时伊嘛互上无欢喜，伊嘛互上帝无欢喜。约书亚伊接摩西成做后一个领导者。总是我要讲的是，约书亚并毋是摩西家己选的，是上帝家己选的。因为上帝甲摩西讲：“你去找约书亚，换手一个身躯顶，的按例成做即个领导者。”圣经有记载，约书亚的身躯顶刚是有信心同在，刚是有智慧甲伊同在。我要讲的是，上帝所呼召的人。信心可以充满伫伊的身躯顶，会甲伊同在。重要的是要修饰伊智慧。主耶稣敢毋是讲过，伊去要车送诚做保惠师来到咱的身躯顶。信心嘛，真理的心嘛。所以每一个人受上帝呼召的人，绝对拢有信心伫咱的身躯顶，甲咱三个地地充满咱
修饰，互咱有教养的智慧。约书亚伊不只是有信心同在，伊上时嘛是一个对上帝有信心的人。当众人伫埋怨摩西甲亚伦的时，约书亚甲迦勒乃是来支持摩西甲亚伦，甚至有人要用石头把因砍死，总是因幽怨勇敢出来呼吁，爱对上帝有信心。所以上帝特别呼召安尼的人，一个无趁人的欢喜，但是愿意来趁上帝欢喜的人，来成做领导者。经文的后壁嘛有讲到，以色列中间无去兴起亲像摩西相共款的这个先知，因为伊是面对面甲上帝相捌的，伊是第一个看到刺皮和火烧，上帝伫火内底甲伊呼召的。意思是讲，伫以色列所有的先知内底，无去亲像有摩西相共款，会当单独来对抗整个的埃及。我要讲的是，咱若是现圣经规本圣经，真正无一个先知甲摩西相共款，行遐尼济新约，行遐尼济新约，对十灾开始，对互关要闭做蛇开始，无一个先知甲摩西相共款的。啊，是安那上帝要通过摩西来行遮尼济、遮大啊、遮奇妙的新约。是安那，写摩西行的新约特别大、特别奇妙。因摩西家己一个人爱引出偌济人出埃及，200万人，200万人，有对一个先知需要家己一个人引出200万人，有对一个先知需要家己一个人对200万人负责任。摩西交一支喙，爱来面对几支喙？200万支喙，配喙烂就得掩饰啊，对无？所以面对这个人的埋怨还是反抗，上帝要通过摩西所行的新约，才会特别遮尔大、遮尔奇妙。不过有真大部分的这个新约，上主拢是用来对付人。一开始是对付埃及人，后来是对付以色列人。因为当摩西要引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，法老想讲伊是咧对付亚伦甲摩西，总是法老毋知影讲伊是咧对付背后的上帝。当以色列人去埋怨摩西甲亚伦的时，以色列人嘛毋知影讲伊埋怨的毋是亚伦甲摩西。因埋怨的是背后引出因出埃及的这个上帝。虽然以色列无阁有其他的先知有甲摩西相共款安尼的经验，总是我要讲的是，圣经内底其他的先知所经验的代志，摩西伊敢经验会到。每一个先知的经验拢敢相共款，环境敢相共款，处境拢无相款嘛，对无？我要讲的是，咱一教会内底，每一个受上帝所呼召的人，无一定拢得爱做足大的代志，无一定拢得爱去做足济的代志。因为上帝所呼召的路卜、温数无共，处境无共，所要拄到的状况嘛无共，所以咱要负责任的任务嘛无相款。上重要的是，路卜之间，讲大相比较，毋免相比较。伊温数拢是对上帝遐来，温数拢是对上帝遐来。共款，既然伫以色列的先知内底，任务无共款，那安尼，摩西有伊互人纪念的所在嘛，对无？摩西这位先知敢有互人纪念的所在？真济嘛。安尼，我要问的是，先知撒母耳敢有伊互人学习纪念的所在？撒母耳敢有？有嘛？以利亚甲以利沙，这两位先知敢有互人纪念的所在？
总是因的任务环境处境敢有相共款，无共嘛。所以无在地上行的生涯较济、较大、较奇妙、较了不起嘛。在地上帝要安怎用你嘛，对无？所以，互人纪念，毋是讲咱一定来做这大，互人看去做这济。重点是咱有愿意顺服上帝互咱的呼召无？重点是咱有要忠实做上帝交代互咱的任务无？就算讲人无看去，人无甲你纪念，总是呼召你的上帝绝对甲你纪念。呼召你的上帝绝对甲你纪念。最后，我要问的是各位兄弟姊妹，你有上帝互恁的呼召无？恁有上帝互恁的呼召？你们有没有上帝给你们个人的呼召？恁有清楚这个呼召无？恁有清楚上帝互你的呼召？你应该咧要做啥物货无？你的任务你敢知？检测有的人知影，有的人还毋知，总是无要紧。因为上帝呼召你有伊的使用，总是上时嘛呼召你成做伊的奴仆。头仔有讲到，要做一个奴仆爱学习啥？顺服，绝对的顺服。所以咱就教会内底学习顺服。学习配合，学习来互相协助、互相帮忙，因为这嘛是属灵的操练一部分。因为基本上，上帝呼召咱来做伊的奴仆，是要趁上帝的欢喜，毋是要趁人的欢喜。咱是要趁上帝对咱的纪念，毋是要对人遐来纪念。因为上帝甲咱纪念，比人甲咱纪念较好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！每一个礼拜日，阮就是因为有信心的同在，有你智慧的启示，阮才会知影讲，就要来到你的面头前，甲众兄弟姊妹来调记你，通过礼拜来学了你，得领受主上帝你的话。主上帝也感谢你，叫你手术，互阮个人。无共款的恩赐、才调、甲专长，你甲阮放置教会无共款的位置来使用阮。总是主，有一项操练，嘛是需要你信心的帮助，就是阮每一个人呼召成做你的奴仆。求主你嘛，互阮学习，完全的来顺服你，完全顺服你。但今仔日无西。伊互阮行做一个警察，虽然伊是一个了不起的先知，总是伊嘛常常有得罪你，互你无欢喜的所在。求主你的心帮助阮，无过发生安尼的代志，在阮的身躯顶。也愿主你的心不断来更新阮、塑造阮，互阮成做你合用的器具甲奴仆。愿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咱三个来唱圣诗605首，圣诗605首，靠主恩典奇妙快乐得保护，靠主恩典奇妙快乐得保护。咱起哩唱全首。奇妙归那地梦，真心听好主说，难在
上帝你的无停的家，爱心意基督真成就，虽然山分别我心情。会长，请坐，咱来奉献，请林副上执事丁碧君执事。咱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。
我来报告的进前，咱先来看咱今仔日的金句，伫酒杯后面吼。今仔日的金句，我来念一解，咱三个来念两解。因为安尼，以做信约的中保，用死来赎情约的时所犯的罪过，是要互受调的人得到永远的业的应允。希伯来书9章15节，咱三个来读。用死来赎情约的时所犯的罪过，是要互受调的人得到永远的业的应允。希伯来书9章15节，因为安尼，以做新约的中保，用死来赎情约的时所犯的罪过，是要互受调的人得到永远的业的应允。咱先开酒杯的头一页，前周聚会，咱家己来看，以及即周的服侍，甲后周的服侍，咱拢家己来看。周间团契的聚会，咱原来犹原家己来看。伫咱第3页教会小组的聚会，咱有8区吼，咱个人对家己的区域去参与伫即个小组的聚会顶面。教会小组的大道事项，咱伫第4页，甚至到伫第6页，咱拢家己来看吼。咱第7页奉献的明细，咱若是无清楚，咱会当找咱的中职来更正。消息的报告，本主日中午12点30分，伫本会701，教室要召开传道部甲圣诞节周备联席会，请下日同工准备参会。敬先请约陈牧师、罗传道部员吴传兴、于志平、简成、吴文书、林家豪、吴志辉、刘敏洲、李伯清、萧素娥、林富祥。主日学的会长陈柏元，双联团契的会长吴传兴，服务团契会长黄文静，妇女团契的会长简秀竹，社青的团契陈世清，学青的团契黄伟霆，少子的团契赖和谦，敬拜俄罗团的王派一，花艺班李进业，东山里的代表黄文光等所长副代表，伫对立明年新部员陈建洲、老泰山、陈柏元列席参会。下主日11月初5，为着咱设教132周年感恩礼拜，2场的礼拜合并，上午9点30分要开始。11月份伫月中日，长老陈祖德、执事吴志辉、简成。11月份生日的名单，咱遮家己来看吼。中昼12点，伫6楼办公室召开财务部会议，请部员出席参会。第5项，教育部奖学金审查会议伫中昼12点，伫702会议室来召开，请下面的人员出席：敬先圣约、于志平、吴传兴、丁碧君、张春燕、简成、李进业、吴志辉、莫桂英、苏怡玲、陈建洲、陈维明、陈碧莹。中昼12点，702会议室召开关怀部会，请身居部员出席参会。下晡1点半，伫705会议室举办亲子教育讲座，邀请罗慧群智商心理师主讲，讲题为对伫原生家庭探索，来讲伫家庭来受家庭动力甲亲戚的教育，欢迎兄弟踊跃参加。教会消息，107年的预算表，请各部各团契并列完成后，今仔日交予办公室。圣诞歌对今仔日开始预告，登记是到11月初5日中昼12点
来炸制，口味有梅子、绿豆及盐雪3种，单价为15元，单价15块。特别购买的人，请伫6楼办公室来登记缴费。圣经会考，咱伫希伯来书第10章到13章，伫咱11月初8暗时7点30分，咱圣经会考总复习。11月12第2场的礼拜要举行圣经会考。过来，桃园教会双年团契户外灵修，时间是11月初8，下早时8点，伫咱教会集合。要去的地点就是树林的官邸阳明山吼。费用每人100块，人数40人为止吼。教界消息，总会领袖培训课程，怎样推展社区的宣教？地点伫新德长老教会，讲师张信德牧师。费用单次的课程报名费是200块。时间11月初4拜六上午8点半到12点，详细请看伫咱4楼的公布栏。这条老师的任命、培育、生活营、性命、鸡娘甲活水的专员，时间是11月初10拜5，伫高雄中华电信训练所。费用是每一个人1500块，详细请伫到1楼公布栏来看。第55届大专圣经神学研究班创世纪，对象是大专甲研究生，日期2018年2月初5到2月初10，地点是台中亚洲大学，报名费是3500，11月初8报名查址，详细到伫1楼公布栏来看。其他消息就是桃园处局合作社伫11月初5中昼12点，伫701召开合作社李干事，请李干事出席参加。以上，咱请牧师来介绍甲报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大概庆中叫乐拢是遮尔高水吼，伊拢讲敬星圣乐，我的名拢变做陈牧师安尼。你会当念单经字不要紧，这无欠算，这无欠算。后礼拜真特别，咱要庆祝释教132周年的这个纪念礼拜。咱看到周报第8页有讲到是几点开始？9点半。毋茫咱会当伫9点15的时阵，就会当陆续来入座，因为自后礼拜的礼拜有较特别，可能有需要咱三配合。尤其是练歌的部分，练歌的部分，咱可能爱较早来三配合。自后礼拜下礼拜的中间，牧师嘛有邀请坐咱教会长辈，起来一顶悬分享过去教会一寡历史，也是讲生活。毋茫咱会当来准备心，自后礼拜的即个礼拜中间，做来领受来认捌咱的教会。好，以上一只做即个简单的补充报告。这是咱来相迎圣诗第399首，圣诗第399首，愿上主大仁爱，愿上主大仁爱。咱起立。大仁爱，延点你心内，主会听每时刻，应同在。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
就是你用宝血的裂坎，用你的恩典来成做阮呼召的记号。也愿天父上帝，你对阮的疼痛，一早前所预定计划，要竞选阮成做你的子民。也愿信神就是真理的神、智慧的神，甲阮相甲伫地，因带阮来行这条，互你欢喜，得到永远活应允的道路。对即时，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非常请坐，来作歌。顶格密岛。咱起立，咱来签平安礼，咱前后左右后面吼。
都是有注意，其实有的主不注意，所以你如果注意。